上班，同一套西裝與襯衫，同一個熟悉車廂搭客也是同一班，同一個早餐與晚餐，同一串工作與帳單，同一個電話響起，這太有利息減。早半生已充滿遺憾，天天彷彿影印，如今過了大半生，原來從來你也不甘心。這個討厭人生，怎會這麼發生？有什麼使你學會放棄？問誰人是你？想有一些變得改變整個人生，要盡一口氣，在變化裏重新找到你。寧願你今天別上班，寧願你思緒搭帳單，寧願你用這雙手拆卸這道框框。當我跟你都同樣地躲不過這循環，能否趁有限時間，來從平凡裏創出空間？這個討厭人生，怎會這麼發生？有什麼使你學會放棄？問誰人是你？想有一些變